依然之声，少年人的闲语广播电台。伫咱这属农工商吼，所有的工课内底，讨海应该算讲是上危险的，因为迄款吼走远洋的啦，无几落月吼，无法度落船吼，船顶的人，逐工拢客做伙，人客做伙顾着会先，先了吼，有可能就起冤家。互相来讨也是小可代志，若是结着冤仇，迄就真正袂收煞。伫1970年9月22号，巴西迄边叫做巴拉那瓜的外海，发现着讲有一只踩着咱国旗的渔船，迄只船叫做深海2号。讲伊靠搭伫遐，就巴西这个海巡啊，就有人就报案啊，就赶紧爬去船顶甲看。惊讲有人会受伤啦，爱需要救援。结果海巡的讲去船顶的这个警枪踹一下，有人受伤啊，倒伫咧甲板啊，船顶讲四界拢是火，物件嘛安尼东倒西歪。照讲即款远洋的上无船员嘛有20-30名才对。结果海巡呢，干那找着5个人。而且要有一个是叫绑伫迄个船尾遐，袂顶袂动，大家拢安存一口气。讲真，若毋是拄着海贼打劫，都有可能是船顶这个人家己起冤家啦。根据这5个人的讲法咧，讲深海2号啊，甲船长在内，头起先呢是有28名船员，一个号做赵正龙的，因为甲船长起冲突。伊较提早伫南非开普敦遐就落船啦。剩的27人呢，敢若剩这个轮机长王老德、船员罗昭田、范连利、苏雄正，剩因有活落来就对。佮有迄个叫绑伫咧船尾顶悬迄是李冠伦的林山木。总共5个人活落来，其他的人虽然讲是死。也毋过船顶找无尸体，规个无影无食，看无半个人。留落来这5个人袂晓英语，嘛袂晓葡萄牙语。巴西海军请的这个中文的翻译水准嘛，无讲介好。两边就安尼哪讲哪摇。结果呢，有3个人讲这个林山木伊甲船长2个人冤家娘济啦。伫9月15号迄天暗时，这林山木甲船舱封起来，破坏冷冻系统，内底阿摩尼亚就漏泄，就安尼船顶的迄个船长啊、甲船员啊，拢去头死。船顶呢，这个冷冻系统伊是用一款用气体阿摩尼亚，要甲一寡这化学药剂混合，就会当做冷冻。因为伫巴西问无啥物结果啦。巴西政府就按照讲船只的国籍，将这个人呢送转来台湾。11月23号，在海上漂流2个多月，深海2号的船员5个人就坐飞轮机转来台湾，接受台湾的司法调查。深海2号呢，伊是叫做正月25日出航。迄个时阵呢，林山木讲，都甲大家都袂合，定定起冤家。讲个性较冲动啦。6月呢，伫咧南非开普敦的林山木甲船长啦，佮李富啦，这个人过来起冤家。伊佮叫一个船员木一棍。这声是愈舞愈袂好势。船长甚至讲转来台湾了，个林山木抬头就对，叫伊转去食家己。林山木的怨恨就安尼拿来拿深。伫9月14日的早起，个船长毋若甲林山木错干6跤。佮叫伊叫人滚起来就对。这个时阵林山木讲，有一个报务员叫做曾清竹，伊甲伊好心提醒讲，叫林山木都要忍耐啦，若无去修理，甚至讲弹落海拢有可能。林山木听了到地讲心肝念瘫痪，伊决心就要来先下手为强。半暝12点这个林山木咧值班的时间呢。伊就看到这个船员也正咧困，伊就趁这个机会，甲船舱的门呢拢甲反锁，来到这个冷冻的机房，摕一条塑胶管，甲迄个用来冷冻鱼仔的阿摩尼亚
踏入去船舱内底，船舱瞬间就变毒气室。无拄好讲吼，佫有一个陈甲民、魏建和、范连利这3个人无伫咧船舱内底。林山木看到就讲骗因讲后壁有人吼伫船舱相拍，叫因去斗相共。张甲民甲魏建和呢，就安尼去骗去船舱内底，互反锁伫毒气室内底。范连利呢是靠警觉，伊就毋愿离开。林山木看情势无对当，伊就摕好伊准备好的刀甲举出来，甲范连利呢逼来到甲帮，甲伊绑起来。时间呢来到这个4点外，就要透早。船舱的电火拢去林山木拍火去，这个抽风机嘛去伊禁掉。众人呢雄感觉着讲，那敢若无法度喘气。船员呢察觉着讲，这应该就是阿摩尼亚毒气散布的时阵，其实已经袂赴啊。大家哪喊救命，哪摕物件要甲船舱的门甲弄开。不过呢，林山木拄着一个防毒面具，亲像死神安尼徛伫门口，一只手举棍一只手举刀想要行出来，伊看一下就抬一下。等到透早6点外，为着要确定内底的人有死头，这拄着这个防毒面具的林山木，伊就摕一个高压电线，随甲电看卖有死头无。除了互绑伫咧甲帮的这个范连利咧，4名船员所苏凤正、王老定、罗昭den佮有一个叫做黄文进，因为4个人呢是秘伫较瓦汤仔门这边，有输着一寡空气，这个勉强活落来。林山木呢，就摕这个高压电线甲伊威胁，甲对伊咧头壳甲电一个起火烧，叫因甲这其他船员的尸体甲等入海底。伊要做深海2号的王就对啦。毋过呢，就亲像我头拄仔讲的，这个巴西海巡因的判断讲深海2号这款大型的鸳鸯若无20-30个人来驶是驶袂去的。林山木就讲，伊甘愿掠规船的人来陪葬，算嘛是少会合。伫漂流这2个外月中间，中毒的黄文进袂堪要痛苦，伊就来跳海自杀。自头到尾呢，其实林山木拢无否认有杀人拄则讲的这拢是其他在指控伊，讲林山木杀人。人讲生爱见人，死爱见尸，这个案件拢无尸体通好验。检察官就敢若靠这4个活落来人的口径佮因头壳去电到的这烫伤佮有船顶的火食甲船只迫害状况来甲这个林山木起诉，而且判死刑。伊的死刑呢，在1973年6月23号已经执行完毕。因为找无尸体，林山木呢佫坚持伊无杀人。即摆来看敢有可能是4个船员串供，挑工要甲害？这林山木敢真正是船顶的恶魔？伊一个人敢有法度干20外个人拢杀死呢？这个深海2号船顶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即马只剩大海知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到语言之声少年人的现疑广告电台。咱这个节目呢是受到文化部叫做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补助。今日讲到这个案件，深海2号毋是深海城这个船顶甲人用放毒规船头是这个案件。其实咱若是有咧看迄个电视，甲有小说最近有一个叫做八尺门的辩护人伫咧迄个家人迄边的故事，伊嘛是写咧船顶有一寡咱讲起源家啦，是拄安怎。咱嘛有录到一集是咧讲即个海军要甲即个黄国忠台视沉落海底其实咧船顶因为驶甲船公海的时阵，你着
可能行到一个无法律的一个所在啊，吼，有就这奇奇怪怪的代志都会伫海顶来发生。啊，今日呢要请这个演员吼，一个喜剧演员啦吼，来甲咱来同齐来开讲，讲这个心海离合的故事。是因为讲吼，伊上介意听迄个会甲人台词分析，啊一块肉安尼挂去透视的故事，是安那遮尔变态呢？我毋知影，咱来欢迎这个足变态的这个喜剧演员阿金呐。嗨，大家好，我是阿金。你莫听伊啊声水，互人真正有变态。你哪会介意这个案件哈？因为我想讲吼，就是案件足济，毋过吼，伊也有够互人有印象诶。哦，这真正有印象，你现在足吵诶。真正阿摩尼亚真正足吵。迄毒气是阿摩尼亚，我用想都感觉足痛苦诶。嘿，真正，而且伊规条船吼，20外个人，就安尼，毒气啊，真正是。我是感觉吼，都是情绪的管理真正足重要诶。哦，对，应该拢是，应该就是袂拄好啦，两个人咧相争咧相量啊，尾啊就怀恨在心啊，就起这个下这个毒手啊，呢起歹念啊，呢啦。因为你知影吼，一个船吼，伊若是出海是足久的时间。啊，拢伫咧迄条船顶悬，伊迄个心情若郁卒吼，若是冤家吼，就干到伫咧船顶悬去甲伊解决。啊，讲到船，你是毋去游轮讲过笑亏？我无哦。你无？我无。哦，啊，那会知影讲坐船坐出海诚久的时间？你捌坐船？你捌出海过？嘛毋是呢，是因为你知影，就是我足爱听一寡讲案件的啊。一寡节目啊，有诶时阵因拢会介绍其他，就是可能去外口嘛是会出海哦，啊，有诶时阵可能较短，可能就一礼拜，啊，较长诶哦，5年，不是5年啦，5个月、半年拢有。5年，迄是啥？迄是要环游世界，就免遐久着。嘛免。嘿啊，哦，就是讲，你看，就是本地，就是你人呐吼，伫一个无法律的所在吼，公海啊，啥物有啊，当时就迄个恶心吼，都起起来、压起来，啊，就开始做一寡。而且，就是你讲的，伫咧公海的时阵，迄个就是法律管袂着的所在。嘿，其实这推理小说也好啦，推理作品嘛，定有即款的设定啦吼。啊，毋过发生伫现实的世界时阵，真正是互人足惊吓。啊，你讲你是感觉因两个即个凶手甲即个船长，其实你感觉因拢毋对的所在哦。嘿，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啦，就是讲，我头就有讲，伊就是一个无法度甲外界有联络的方式。对。所以所侪代志伫咧船顶悬发生，都要想办法去解决。啊，毋过但是可能就是迄个环境压力大，而且可能无法度好好讲话，但拢有一个情绪在。嘿，啊，就开始起冲突。啊，就像你头拄仔讲诶，愈来愈侪冲突，迄个恨啊，我有恨你，迄个恨都伫咧心内，才会发生即款悲剧。像咱讲到迄个吴国忠吼，即个阿兵哥吼，伊迄事件其实嘛是有一届伊要上船进前，伊就甲因老母讲吼，你若毋紧敲电话想办法救我吼，我真正会伫船顶互人刣死。啊，结果想袂到伊真正去互伊中官啊，就刣死伫船顶安尼。其实，伫船顶是足无助啦，会当讲发生代志的时阵，你真正是叫天无应安尼。啊，是讲即个案件，因为伊安那发生嘛诚久啊。啊，最近这5年5冬10冬，你敢有去看到一寡甲这有关系，还是讲甲这有相像的案件？你听案件听遮济？若是讲甲毒气有关系，我头一个想到是日本的。哦，迄个沙林毒气，对，嘛是因为有一寡想法，
哦，嘿迄著甲万分无共，迄就是嘿对宗教的问题，嘿，无毋对，迄就是奥姆真理教啦，嘿啊，奥姆真理教，嘿啊，迄个因就是伊一个教团啦，啊教团其实。咱公司有出版啦，有出版迄个奥姆真理教的册，迄是 NHK 因去做一个采访啊，做纪录片的迄个，啊内底其实尾仔有讲到因哪会去放即个毒气，其实就是讲，迄教团其实到迄个坎站是去互人。去互国家去查因的笑也好啦，啊去因为有够犯法啦，要甲掠人啊，要掠教主啊，啊尾仔伊就愈行愈极端，嘿，比较无法度啊，伊就用毒气安尼甲刣。对对。啊是你是伫倒位听到即个案件啊？网络上介侪节目其实拢有讲过，因为这是一个足大，而且嘛是足有名的案件。啊，毋过即摆少年人愈来愈毋知呢。伊发生的时代，你应该还未出世吧？1993。较袂呢。对啊，迄就是你出世进前的代志。因为我感觉有的时阵大的案件，因为伫个年代较久以前，伊所有法度去破案的方式，还是调查的方式，拢无像即马现代遮尔啊济遮尔啊全，所以伫个讨论案件的过程当中，就有足济会当互人去讨论的，会当去想的，去想讲，哪会安尼，因哪会去做遮个代志，会当搁较济讨论，因为即马的案件，因为干事去伤济，拢无法度做歹代志。对，你要去 ATM 去领钱，就去用掠着安尼。啊，无就是偷摕一款优酪乳，迄款去报警，看迄款指纹就知影讲是啥。对。所以我感觉较早以前的案件，伊加一个神秘的感觉。哦，对。嘿，所以我对较早以前的案件较有兴趣。所以听众朋友，你莫阁讲迄咯。虽然我定安尼讲啦，啊，毋过网络顶头就是有足侪人咧讲啊，较早的治安安怎拄安全安怎拄安怎，甲你讲较早迄种杀人放火拢掠无人迄拢真正迄原来才是恐怖。即摆治安是愈来愈好啊！而且我迄个时代足侪迄款得绑人的，来嘛绑票。我细汉时阵互人绑票过呢。哎哟，真正，咱后一集一定爱听你讲你互绑票的故事。你哪毋甲你这绑票的故事写做笑话咧？时间也未够。对，因为有的时阵心内有寡坎站需要时间啊。好，后一集我就咧逼你家写做笑话。今日呢，真欢喜听到阿珍吼讲到伊的这对案件的看法吼，还有伊尾来伊后一集要来甲咱做伙来讲到伊较早去互绑票的故事啦吼。咱这是依然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咱后届空中再会。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简称疑案办。咱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记录台湾大小小案件。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